喝水，妈。妈，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我今天衣服穿的不合适吗？难怪要搬出去。你有男朋友了，怎么不告诉妈妈？那小伙子是咱们公司的，叫陈哲，是吗？妈，我搬出去不是因为他。他配不上你。啊，当然，你的感情的事情，妈妈不想过多的干涉，但是妈妈劝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但是妈，你就见过他一次，你不了解他。也许吧，只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个人年轻时候的影子。好了，妈去来看看你，我先走了，你好好工作啊。妈，我送你。好。爸，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跟黎薇薇接上头了。但是如果你强烈要求我把你妹妹送回去，我现在立即给她订回国的机票，怎么样？不怎么样，不需要把她送回来。我觉得林美雅的提议非常的好，你就让黎薇薇留在你们的身边，没准经过这段时间的和平相处，能改善之前他们不友好的关系呢。不是，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是觉得她跟着你比跟着我强。再说了，我是来比赛的，黎美雅是过来照顾我的，这突然又多了一个黎薇薇，我哪有时间照顾她呀？你还真相信她跟林美雅能和平相处啊？我还是把她还给你得了。哎，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知道吗？好了，就这么决定啊！祝你们泰国之行开心，拜拜。爸，昨天我的手机坏了，所以就没跟你联系。但是今天已经修好了，一切都挺顺利的，你就别担心我了。我过几天就回去了，好吧？
有什么事儿说吧。哥，我顺路来看看你。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要是没事啊，你绝对不会来看我的。你知道欧氏集团要召开股东大会吗？听说了，欧长林要把欧阳提为常任董事，对吗？可是我听说，欧长林要在董事会上表决一项提议，允许一笔海外资金注资欧氏集团。有这事儿？消息来源可靠吗？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是小道消息，后来我亲自确认过，非常可靠。如果这项提议通过，那现有股东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那咱们齐家的占股比例在欧氏集团可就更少了。明白了，我明白欧长林为什么这个时候提欧阳作为董事，就是因为欧阳手中的票，以票数过半才能通过决议。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虽然之前我做了很多让你们伤心的事儿，但我最终是齐家的人，我不想看到咱们家的利益受到侵害。记得当年，你让老爸买了欧长林30%的股权，作为交换条件，你主动放弃了继承权。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对你来说毫无亲情可言。现在，你跟我说这些话，你说的对，我也是欧氏集团的股东之一，我不想看到我自己的股份被稀释。我跟欧长林的婚姻并不幸福，如果最终我们分道扬镳，我也想保障我自己的利益。欧长林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欧阳做集团总裁的位置，而我要保住小瑞。行了，我明白了。你看这个，这个真好，多好看啊！ต้องไปดูเท่ากันครับโอ้โหงานน้องหมู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จอกันที่งานฮะSorry. Okay. Sorry, I can't check your bag.
Hey, she's not gonna take your stuff. Yeah, stealing's a crime. Why'd we break the law if we already know it's illegal? 没关系的，我不怕他检查。Check please。Impossible， 不可能的，我没有拿他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我的包里。There is a mistake。别急。Hello, look at the surveillance and use. Camera is bogus, but you have asset. I called police. Hey, She's not gonna and your stuff, okay? 你别把话说那么满呀，万一真是他偷的，警察来了不得把咱俩也带走啊？ She didn't too. I saw she put it in her bag. 我跟我媳妇儿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东西就是你放到人家包里的。不是你们俩谁呀？胡说什么呀，在这儿？我看见你们3个人一块儿进来，以为你们合伙偷东西，但现在看来是你在陷害他。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把东西放在他包里的？证据？巧了，我本想录段小视频发个朋友圈，还不成想录下了你精彩的一幕。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们那么认真干嘛呀？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OK? If you don't buy it, I call police. OK， 买，欧阳，买。你看我干嘛呀？既然是你偷的，凭什么我付钱啊？要么把钱给人家，要么就把你压着。没钱啊，我来买吧。谢谢你们。没事。 Sorry, it's a mistake. I got it. Thank you. 李薇薇，我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订机票，你赶紧给我回去。而且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会一五一十的转告给你哥，让他罚你洗一辈子的盘子。哭也没有用。算了，欧阳。泰国比赛一结束，咱们很快就会回国，也不差这几天了，没有必要非让他提前回去。你还替他说话？要不是刚才正好有人录下来，要是店里也没有监控，你想过你的下场吗？李薇薇，你以后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不做了，我再也不针对你了。这次真的是我错了，你们千万别把我扔在这儿。我们凭什么再相信你啊？啊？这次你诬陷他盗窃，下次是不是该诬陷他杀人了？啊？你以为我会就这么轻易的饶过你吗？那你想怎么样嘛？从现在开始，林美雅是我的助理，你是林美雅的助理，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你来拿，拿着，拿好了，这样防止你再把东西放进我们的包里。走。等等我。好吃不好吃？好吃。你看这罐头，这跟我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你给我买那罐头一个牌子。你别说这苏子杰还真有点本事，
你老是在泰国中国超市给他翻出来的。好久都没吃了，甜，还是那味儿。哎，阿姨，讨好吃吧。谢谢慈禧啊！你说真能想办法。妈，你千万别跟他客气，就这活他爱干着呢。若楠，看我找到什么了 ？UFU 巡回赛的票，一会儿带你看比赛去。不去。别介呀，这票现在可难搞了，票价炒得特别高，我可是好不容易托人才弄到手的。你能不能把钱以后花在正地儿？赶紧退了。我这不是看你喜欢这个东西才给你找的票吗？哎，你就当陪我去看行不行？就陪自己去吧。你说这票也买了，多浪费啊！哎呀，一会儿再说，你先把这桃吃。多嘴的，来，好。不看可是会后悔的啊！来，我自己吃。To the corner. “这就是昆塔。”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放心吧，那帮人都是亡命之徒，这种勾当，他们干得多了。有笔，有笔。哎，เขาพูดหรือวะ好买。好。那赎金怎么办？万一昆塔那边拿了钱，把赎金吞了怎么办？这个你不必担心。我以你的名义开了一个离岸账户，让赎金先转到这个账户上，
只要赎金一到账，我会立刻把一半转给昆塔。只要昆塔他们收到钱，自然就会放人。我说你还懂离岸账户？我虽然在监狱里待了20年，可是该明白的，多少都懂点儿。但是您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开离岸账户？万一查到我怎么办？这个你放心吧，那边有相关的保护法案，代理人是不会透露账户持有人的信息的。那既然是这样，您干嘛不用自己的名字开离岸账户？因为安排转账的事儿，必须由我来做。书生，转账这件事儿我也能做呀。你做不了，因为你必须去泰国，跟昆塔当面交易。去泰国？嗯。叔叔，按照您的说法，不是只要欧家把钱打进那个离岸账户，这件事就结束了？欧长林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要是见不到欧阳，不可能把这么大一笔钱直接转账过去。那即便是要去泰国当面交易，欧家也不可能让我这么一个外人跟着去吧？如果你要是想不出一个一起去的办法，那这事儿就算了，因为这事儿太危险了，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在里边，这事儿我不敢干。欧阳，你别练了，你再这么练下去，一会儿比赛就该没力气了。你还是别管他了，他想干嘛就干嘛吧。他现在如果停下来，他只会更紧张。欧阳，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没有人要求你必须要赢他，你就把它当成一场再正常不过的比赛，一定要用平常心来面对。You shouldn't have come here. Yo, Chinese chick. I just want to say hello. Hey, this place is not a place where a boy like you should be. You should go home and sleep with your woman. That's enough. If you don't leave, I'll get someone to make you leave. Okay, honey. I'll go now. Do you want the little girl to go with me to my room? Get out! Shut up! Okay. 欧阳，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赢。对，一定要赢。爹，
our next match, you will have coming up next, we have a super fight between the champion Ken taking on but that first fight had much intrigue and controversy. Ken was stuck in a submission by Bruce that killed control. And he dropped the anchor match.小心！加油！Let's see what adjustments both fighters have made since that first fight. Back to the corner. Back to the corner. Fighter ready. Fighter ready. Fight. Don't jump like a monkey! Fight like a man! 那哥们儿有点悬啊！我怎么觉得外国人有点悬呢？如果他体力好的话，也不是没赢的可能。欧阳，别着急，稳住。疼！这个就是木村锁，是格斗大师木村正年在1955年首次使用的技术，也是现在 MMA 比赛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降服技，最适合面对体型庞大的对手。但是这个锁并非解不开，只要对方向前翻滚，就立马可以把反关节的状态复原。所以，这招奏效的关键就是用双手紧紧夹住他的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欧阳，你怎么样？
王八蛋！我要撕烂他的嘴！回来！你以后在这不好使啊！欧阳，你胳膊怎么样？还能不能坚持？还有2个回合，你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了。怎么样？娘，咱们别打了，行不行？再这样下去，你会被打死的。你刚才为什么只用右胳膊打？左手怎么不还击啊？你胳膊脱臼了。帮帮我，快点！帮帮我，帮我把胳膊接上，我还能打。那你行不行啊？欧阳，我相信你。来。没事吧？没事吧？好了没？好了没？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你一定要赢他。当然。
锁住他！别撒手！